大家好，係我遲到咗啦，今次呢幾日都唔得閒測過，即係咁而家我哋就嗱嗱臨開始第一場啦。因為真係我少咗兩個步驟，因為我第一係冇時間，第二係好傷腎，第三呢就係好似好有壓力咁。咁我而家就 hea 到測啦，即係中到幾多就幾多啦。咁而家第一場咧，我唔分先後再去分啦，因為即係我仲要去篩選，我就要花好多時間啦。所以我淨係想即係選出最有機會嗰幾匹啊，即係即係為算到收窄咗範圍啦，同大家希望可以中到三匹啦。係嘛？中咗三匹都有個位置 Q 連贏啦，係咪？最緊要即係試從坐試練慢，咁再搭埋你哋自己個心水，應該即係幫你收窄咗範圍，應該可以做到完美啲嘅。咁當然你話，唉，有時冷馬嘅嘢可遇不可求嘅，有時就算我測咗出嚟，大家都未必買，見到咁冷，係啊。咁我哋就實際啲，第一場咧就揀咗1、2、4、7、8、11，即係咁我嘅排列咧我諗住擺隻4號先嘅，即係力險大將。但係佢個賽績都唔係好標青，但係佢有機會入嘅，所以你唔可以缺失佢咯。至於第一名咧。即係我揀咗8號同埋千杯啦吓，即係雖然睇唔到佢前邊即係近績係好嘅，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有機會嘅，所以又揀咗，同埋11號輕鬆大笑。今次仲要係即係周俊樂測佢咧，佢自己個人名係吉嘅，所以咧同埋。佢個人名吉啦，同埋個檔位又係，所以咧我都用咗紅色標誌，所以就係咁咯。咁至於詳細嘅即係排列，我諗你哋自己心中有數嘅，即係我而家就提供咗6匹啦，6匹，即係當然你哋唔好咁高要求，要我中晒4匹啦，我真係好大壓力㗎，中到3匹都算啦，係嘛？大家收貨啦。你知唔知要嘥好多好多時間啊？好啦，希望大家中。跟住第二場，第二場咧就係、嗯，即係都係12匹嘛。咁我諗住選呢個5號先嘅，5號咧我首選咗佢嘅，首選咗佢同埋10號同埋12號。爆出美麗都有份，即係爆咗佢，但係佢即係爆出美麗嘅績咧係靚過佢哋嘅，至少爆出美麗可以跑過一次咧，但係今日測佢個 number 咧就冇咁強嘅，咁反而覺得5號、10號、12號係強啲嘅，所以咧我就擺咗佢哋，用咗紅色啦。當然你話有時紅色未必準嘅，只不過我呢一刻嘅心情就係咁咯。希望臨場咧可以起到作用啦，希望幫大家可以贏到4場賽事呢晚啦。咁都係嗰句，中多3匹2匹，你哋都唔好怨我啊。其實幫你哋收窄咗範圍嘅，即係你話真係要加深啲功力，或者加深啲時間，加多啲時間，搵多4匹，好似平時咁樣中到4匹，係真係花好多時間嘅。但我真係冇咁多時間，希望大家諒解。好，第三場，第三場咧，我就測完之後，我自己就揀咗，即係即係因為賽績呢個都冇㗎，呢2匹都係冇㗎，所以我當時都好糾
就即係好，即係唔知可唔可以攞紅色擺喺前咧，定係擺喺後，大家中意啦。即係我測嗰時係擺喺後，但係我後面諗諗，啊搏一搏啦，或者係點樣樣啦，即係提點啊，其實係提點，唔算話擺喺第一位嘅，係提醒大家。啊，咁我就攞咗隻風采人生，就係佢隻比較穩陣啲，攞咗佢喺中間或者前面啦，就咁咯。因為至少佢有財政支持啦，大家都會揀嘅呢個係咪？咁我咧12號我都有諗嘅，但係佢個又唔係好強烈喎，所以我就即係唔要唔係啊，哦要咗，但我即係點啊？哎呀，咁我又唔記得整喎。咁我而家就提點啊，就咁啦，即係1、2、3、4，因為爭一匹噶嘛，而家係嘛，爭一匹爭隻12號啊。咁而家就1、2呢啲就係比較實淨啲嘅。你話想搵冷馬，但呢啲馬亦都唔可以飛甩咯，所以唯有咁樣咯，就咁樣揀喺度啦嚇。我即係爭12號，係咯。咁跟住我第4場，係咁第4場咧，其實都係難嘅。嗯，唔理咁多啦，係嘛？都係照講夠6匹啦。6匹咧就揀咗，嗯，點揀好咧？都係咁啊，照揀啦。即係5號啊、7號啦、11號啦、1、2號就咁啊，數夠6匹。至於你話想點分析，咁大家諗，我而家就話，即係我即係佢最前面6匹就係咁多啦。咁我而家就睇下，即係有冇支撐住個點嘅，嗯，即係大家細分析啦。總之喺呢6匹之中揀啦，都係。中到就中啦，係嘛？希望可以中到啦，都係嗰句，中到3匹到啊，又為自己要練型啊，甚至係3場賽，希望係咁啦。但係我自己信心唔係好足，因為即係我少咗2個步驟，即係好嘥精神嗰2步驟，所以我就冇做到嘅。就即係話就做咗一半功夫咯。咁咁係咁啊！等下次有多啲時間充足啲，或者係經驗豐富啲，我再詳細啲，再去即係我再去測，因為我呢排成日沉迷喺六合彩嗰度。嗯，就唔係因為琴日咧，唔知大家有冇中啦？哎呀，真係都係嗰句，唔係呢個財又好難入你個門啊！即係我淨係測嗰陣時，淨係睇到4匹，仲有兩，唔係測到4個號碼，但係仲爭兩，仲有3個就冇啊，因為原本係諗住同佢哋研究下啲特碼嘅。就49個中咗，但我哋49係收少啲嘅，即係你係即係半個字啊。中咗即係33啊，中咗，同埋8號33呢兩個係好明顯噶。23唔係中咗嘅。跟住啲29唔攞到啊，攞咗49。唉，繼續努力啊，繼續，沉迷。好，講第4場咯，第5場啦。第5場喺邊度啊？哦，喺呢度。OK，第5場係啊，我又係測咗幾多匹啊？測咗都係，都係攞，都係咁啦，6匹就6匹啦，我冇辦法再收減住。
繼續努力，希望第日可以做到。我諗都好難嘅，就算神仙，就算你或者資深咁嗰啲師傅啦，係嘛，馬尾啊，都未必做到嘅，所以我就唔好俾自己壓力咁大咁多啦，未必壓力咁大。如果唔係好辛苦啊，即係我直情想放棄，直情唔想出啦。咁我而家 hea 住我自己就開心啲咯，即係冇咁大壓力。嗯，唔好咁大壓力，咁我自己就咩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第先講到第四啊，第五啊，第五咧，你再去邊度？第五咧就係隻孖寶啊，人有餘啊，三強啊，博愛先鋒，係咯，我攞咗呢個紅色標誌，就唔知睇個點啦吓。即係自己心水或者未必同嘅，我都係攞咗6匹出嚟。潘騰去唔去馬啦？佢今日睇下點先呢一場。耶，咁唔佢前一仗係邊個？唔知啊，因為冇時間再去睇啦，所以可能未必啊呢個。好啦，但係都係寫咗落去啦，都係就咁樣整咗6匹出嚟，大家即係分析下，你哋又分析，我又分析啲特，我就唔使做咁多嘢啦，你哋又可以中到，又可以睇我收集範圍，又可以中到，係嘛？好嘅，第八場，唔係第六場，咁快飛到第八場，我想快啲收工，啊！第六場，跟住，哎呀，都唔知攞邊個膽啦，即係我話就攞咗5、6號，5、6號啊，嗯，2號咧，副心星，係咯，但係因為我方便我咁樣圈住咧，所以我唔分先後次序啦，我照圈啦。如果唔係慢慢整，有時間，我寧願同大家傾多2句啊。咁呢個駿馬即係跨境駿馬又係潘騰咯，潘騰嘅早期，但係副心星可能應該強啲緊呢2個，你話你想飛都飛唔走啦，係嘛？你希望佢唔跑出嚟，整得藍色俾佢啊！希望紅色你跑出嚟話好分啲係咪？咁我就揀咗五六，可能一匹跑頭，一匹跑尾咧。咁咁都係咁啦，11號、12號係，咁我就咁樣圈方便你。至於前後次序，你哋自己揾啦。吓，好嘅，第七場，第七場就係睇下先，紅色、藍色。哎呀，呢啲其實有時我自己嘅心水未必跑第一咧，我就諗住攞冷少少，即係攞翻隻5號、6號咁樣擺喺前，定係跑咧？但係測嗰陣時有一個數前後不分啦，我都係前後不分咯，因為好難啊。嗯，會唔會去馬咧？係嘛，都係前後不分啦。我傻，費事我真係，如果就係咁樣落去就成個鐘都發唔到條片噶。就諗啊，呢度有乜嘢？有皮膚，有眼罩，有咩咩嗰啲，我就少睇嘅。我淨係諗住找翻我自己嗰啲方法啦，就攞咗呢6匹啦。好，祝大家好運。哎，未完，跟住第9嘢，第9調一調先。第8場咧就，呢個傑出漢子。咦？點解我眼驟眼踢到好似咩咁嘅？睇下點啦，都係照圈出嚟呢6匹，我就唔再花時間去分析啊，就係邊一匹開始跑第一、第二，即係神仙都指唔到定啊。哦
睇下大家心水啦，揀收集範圍可唔可以有效到幫到你哋？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認碼咗之後，大家就可以即係話繼續支持我啦。咁即係我諗你亦都唔會係單睇我一個嘅，你哋。咁可能你哋睇下慣咗，睇下邊個啲心水，即係可以同你有緣嘅，或結到緣嘅，可以你真係睇中嘅，又我啲心水又貼中嘅，咁你又盲中嘅，然之後又認中，認咗錢，咁就皆大歡喜。係喎，你哋歡喜，我咧就係、我都歡喜嘅，你哋贏錢係嘛？你哋贏錢，我都歡喜，大家一齊齊贏馬會嘅錢。咁係咯。我就唔講馬名，二三四七九十，咁呢幾筆就係希望入晒前四啦。咁第九場，第九場係幾多班？三班啦。咁我又唔係好識講嘅，即係言語表達又差啦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。咁即係揀咗睇下啲，其實我而家睇唔到賠率嘅，我即係唔冇飛到去嗰個。即係再睇賠率嘅話，我就唔識再揀啦。咁我而家撇開賠率嚟計啊，其實好似嚟嚟去去都好鬼熱嗰啲，啊，冇辦法咯，得隻落河即係比較好分啲啊，因為落河可以跑出喺前邊啦吓，即係希望佢強大啲，冷冷啲半冷小冷都好啦，小冷嘅話，係啊，真係好鬼熱啊！熱辣辣係嘛？熱辣辣，唉，個個都睇好啊嘛，咁好賠率嘅，唔係咁少賠，咁熱門嘅，即係我篩選嘅話，真係要睇多，要測多個盤先得。但係我而家冇咁多時間，所以咧做住一半不半功夫先啦。係啊，我即係成日講個 B，我希望大家第日用時間用時間去證明，用時間去拍多兩個盤去睇下佢，因為呢一刻個時，因為我測之前嘅時間同而家時間又有啲分別嘅，有時甚至有馬匹佢出咧都難，即係都係難傳中嘅，所以唉熱辣辣啊，受唔受咧300萬，咁我計啦，咁你哋加值自己嗰啲啦吓。咁我而家就 cut 咗1、3、4、5，唔係1、3、6、10，即係呢6匹啦。1、2、3、4，咦，仲差一匹喎，係咪啊？唔係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係啊，唔係喎，呢一場唔係喎，做乜飛走咗？唉，少咗一匹㗎，少咗乜匹嚟？咩嚟㗎？少咗匹咩鬼嚟㗎？唉。咁要唔要巴到咧？呢個12號啦，加多一匹12號啊，因為我呢度少咗一匹噶。係咯，誒，1、3、4、6、10、12，係咯，就咁啦。好，希望大家贏多啲。咁啊，拜拜。